好啦，2019年 DSE Paper 2嘅第24條啦，咁其實你會見到呢度有兩條直線嘅，咁題目就話佢哋係互相垂直啦。咁如果你見到佢係互相垂直嘅時候咧，咁其實你就諗一諗其實佢哋嘅斜率乘埋一齊咧係會等於負1嘅，又或者我哋可以講話佢哋嘅斜率咧就互相為個負倒數啦。咁譬如話，如果你知道 L1，let's say 我哋個 L1咧係垂直於 L2 嘅，咁你就會有 M1乘翻 M2咧就會等於負1啦。咁如果你 M1等於3嘅時候，我就可以寫翻3乘翻 M2就等於負1，咁所以 M2咧就等於負1/3。咁你見到3同埋負1/3咧乘埋一齊就自然等於負1啦。咁除此之外咧，其實佢哋之間係負倒數嘅關係，即係我哋將正嘅轉咗做負啦，而將個3變咗做1/3，即係分子分母調轉。負倒數嘅意思即係分子分母調轉。For example， 我哋4/5嘅負倒數咧就會變咗做負5/4，又或者我哋負派嘅負倒數咧就會變咗做正1/派啦。咁呢啲就叫做負倒數啦。OK。好，咁跟住之後，首先咧，我哋想要嘅係佢個斜率啊嘛，但係呢個係一般式，我要首先將佢轉去做 y 等於mx 加 c， 攞到個 m 先。咁我哋將個 y 轉做主項啦，2y 就等於負3x 減 k， 咁 y 咧就會等於負3/2x 再加翻 k/2。咁有啲同學就可能未必知我做緊啲乜，咁可能慢慢講多次。3x 移過嚟，正嘅就變咗做負啦，咁 k 咧都係移翻過嚟啦，都變咗負嘅。咁呢邊有個2啊嘛，咁就成條式除2啦。咁份數嘅話，呢個2可以同時間俾左右兩邊，咁所以就變咗做負3/2同埋負 k/2啦。咁所以我哋嘅斜率咧就係負3/2啦。好，咁睇埋另外一邊啦，同樣地我哋將 y 轉做主項啦，想將佢轉做 y 等於 mx 加 c 嘅形式，咁所以12y 就會等於負 kx 再加6啦。咁我哋唔想要個12啊嘛，咁成條式除12就會變咗做負 k/12個 x 再加翻6/12。咁其實呢邊弱唔弱揀都唔重要啦，因為我哋就係想要佢嘅斜率嘅啫。咁斜率就係 x 前面個數字，咁今次就係負 k/12。咁因為我知道咧，其實佢哋兩個係互相垂直嘅，而個斜率乘埋一齊等於負1啊嘛，咁所以我哋就有負3/2再乘翻負 k/12啦，係會等於負1嘅。咁呢度左手邊負就得正啦，咁所以就會得到 3k 除翻24就等於負1。咁咪寫翻呢邊啦，咁所以3同24約咗得翻8，咁所以 k 咧就等於負8。咁答案咧就應該係 A 嘅。